咱进去看看呗，咱进去看看。行，走吧。啊，那走。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呀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你就可以去試試嘛。我要去試試。你在這等我。好。有個女仔令我思想變得大個，當初我幼稚行為對你犯下大錯。你話我唔識諗，用錢買冇用飾品，你慢慢心淡，覺得我對感情唔認真。要知道男人係天生要小朋友，小朋友若這衣服挺好看的，很適合你。我也覺得很適合我。那走吧，我買單。我說我買單。其實再仔細看的話，它也一般，而且家有人差不多了。我再逛別的。你要是喜歡，那咱就買呗。我真不喜歡啊！我肚子餓了，我把衣服換了，咱也去吃點飯。啊，你在這等我。哎，我發現你有時候運氣特別好。那運氣好有什麼用啊？又不能當飯吃。那萬一呢？哎，你這個別買，中不了的。那萬一呢？這樣，如果咱倆中，無論中多少錢，今天的飯就那個來結。那如果中不了呢？你的手不能下去拍，把你手給我。幹嘛？讓我來吸收一下你的好運氣。好，開始等我，等我的好消息。我愛你，你時常將我做啊！中了200塊。果然是這樣，我看一下。看什麼看？咱家看到底吃什麼好吃的，就用這個錢。那要不然我請吧，這中獎了也是你運氣好啊。哎，我什麼好運氣啊？我的好運原來遇見你了呀。我會選擇打破現實，喺你嘅世界裏面，我會選擇慢慢自由。這是不談戀愛的男人們真好無知。愛情錯過卻唔可再從開始走到結尾，那個不會變大個，但終要想要那個理由，有誰可以勸阻？UFO 仲有變數，最普通嘅距離世上遍佈，愛漫春天散落每個季節嘅消耗，看着花瓣跌落過程差得多衰老。重新出發嗎？更渴望未來，遺忘這少年的愛嗎？彷彿不夠，成長會進化嗎？也信念自由，我愛這少年仿似嗎？這花開破碎婚姻裏出身逼出佢嘅眼鏡，佢再犧牲佢嘅率真，改變佢嘅眼鏡。戴眼鏡嘅佢明白波珠解決唔到逃避，要長大要負責任，縮短兩個人嘅距離。你夢裏學會感慨，你亦放肆你的愛，用力轉載，越過比賽為我掩蓋，都因為愛。重新出